好咁啊，又講賽馬咁啊，第一場啊，5班1200米草地斯蘭賽道咁啊，揀咩馬？揀2號啊，名利標區咁啊，7檔田泰安佳福特 OK。咁啊，靈味飄區呢隻馬呢，就今季就新位之後呢，就即刻新勝，即係季內新位又季內新勝。咁啊，呢個咁嘅排列呢，係非常值得留意嘅一個排列嚟嘅。即係簡單嚟講，你有表現之後呢，仲要喺濕爛地嘅情況下跑第一。咁啊，佢係咪真係爛地馬嚟嘅呢？咁樣係喎，真係爛地馬嚟喎。咁咧呢一場嘅25045嘅場次咧，即係等於翻東方寶寶呢啲好啱啱就貼咗呢隻馬啦。嗱咁咧名利標區呢隻馬咧，佢放前咧佢可以23.38咧，竟然咧係贏咗10隻馬㗎嚇，即係佢係贏咗10隻馬以上㗎嚇，好似7、8隻馬以上㗎嚇。因為23.38咧係當時嘅速度嘅第3名嚟嘅，應該係第3名嚟嘅應該係。咁啊非常之快啊，咁啊好值得留意啊呢隻馬。好啦，咁啊睇馬會個網頁係嘛？馬會嘅網頁咧就名利標區嘅網頁。名利標區呢個網頁咧，都係同一樣嘅啫，都冇乜分別啊。咁即係跑咗第二，跟住跑第一啊，非常之厲害嘅呢場馬應該係。咁啊，再睇下個賽果啦，咁樣咁啊，大家好清晰啦。啱啱跑嘅東方寶寶，即係我貼咗嗰隻馬咧，跑第3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呢場係高水準賽事嚟嘅。咦，東方寶寶跑第呢個名利標區嚟嘅喎，東方寶寶啊跑翻第3啊咁即係呢個高水準賽事嚟嘅喎，咁啊睇翻大番薯，即係啱啱琴日跑啫嘛，咁啊跑第3，跟住跑第4，再跑第1喎，呢隻馬又威勁嘅喎大番薯。歐洲傳奇得唔得啊？歐洲傳奇咧跑完第4，跟住再第4咁樣啦嚇。即係話呢一場咧就個水準非常之高㗎，咁啊尤其是個大番薯跑第3，跟住第2跑多2次就跑第1啦。咁啊呢一場都係高水準賽。本身可能係因為大番薯同埋呢個東方寶寶啊、歐洲傳奇咧唔識得跑呢個爛地馬嘅關係啦，可能係因為咁我唔清晰啦咁樣。咁啊睇下佢點跑啊，咁啊睇呢個名利標區8號，咁啊喺前面飄嘅啫。A8準備。咁啊最主要睇巡邏片段咧，睇下有冇特別嘅情況啦。咁啊，譬如佢係咪嗰個形勢係佔優啦之類咁嘅嘢嘅。咁啊呢一個咁嘅8號咧喺前面橙色衫嗰隻嘅啫，好易認。嗱咁啊，其實佢係濕慢地嚟喎，點解我覺得佢似乾地咁樣嘅？我唔知有冇睇錯啊。咁啊，大家拭目以待，睇下佢點樣搞。嗱咁啊，由頭冇咩分別嘅，貼住條欄跑就得㗎啦。呢隻馬即係7檔又都爭少少啦7檔啊爭少少啦，咁啊要嘥咗啲力。咁啊貼住條欄咧，佢個形勢好似隻馬搶口，即係好想跑嗰種嘅形式嚟嘅，轉彎前。即係睇到㗎呢個，即係我哋睇得多馬，我知道呢隻馬競鬥心非常之強啊！當日咁啊鬥住喺個第2贏硬啦，咁啊拋離晒所有馬㗎啦，根本佢嘅速度咧係第3名嚟嘅，佢哇拋甩晒啊！哇得，所以咪大番薯啊嗰啲東方寶寶啊咁啊跑晒出嚟咯，即係脫晒群嘅，好搞笑。咁啊呢隻馬好值得追啊！咁啊睇下呢隻田泰安會唔會馬前失韁啊，或者佢本身咧有咩原因啊跌咗條韁啊之類咁嘅嘢，睇下贏唔贏到啦呢隻馬嚇。